歡迎繼續收睇《耀才財經台》㗎，咁嚟到呢就係職場教路之有問必答嘅環節。我哋呢次會接聽家庭觀眾嘅電話，如果大家有啲咩股票嘅疑難嘅話，馬上爭取時間打電話嚟啦。電話係28046566，又或者繼續電郵俾我哋，電郵地址 ask@bschannel.com。咁啊，先介紹我哋呢次問答環節嘅嘉賓啦。咁啊，就係嚟自我哋咧耀才證券研究部嘅高級分析員阮子希先生 Harry 嘅 ，Harry 你好。你好啊 Matt。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啦，接聽家庭觀眾嘅電話先。首先係蕭小姐電話旁邊啊，蕭小姐你好。蕭小姐早晨。我請問咧，中交建係咩價位入？我未有股，同好啊埋1313華潤水泥我就有貨啦。475入係咩價位可以沽？指示幾多？好啊，咁啊，先講隻中交建啦。咁啊，現價嚟講啦，就係做緊6.9啊。咁啊，而家嚟講係跌啦，跌啦就係唔夠1%嘅，跌緊5仙。咁啊，家庭觀眾未有貨喎，咁啊，中交建嚟講現價嚟講買唔買得過啊？係啦，咁中交建嚟講咧，我都覺得咧現階段咧去到6.9呢啲位置咧，都係相對其他基建股係落後嘅。咁亦都覺得咧呢個價錢咧，我覺得不妨蕭小姐可以留意翻，亦都可以喺呢個價錢買入翻啦。咁如果你話睇翻咧，即係唔同嘅啲經濟工作會議當中咧，即係即將都會係喺12月舉行嘅。喺內地嗰方面咧，我相信咧嚟緊呢一季咧都仍然都需要一啲基建嘅設施啦，又或者係嗰個力度嗰方面咧，都係要加強翻咧嚟達至咧本身嗰個經濟咧係有一個回升嘅一個趨勢。咁呢方面咧都會利好翻咧，即係中交建嘅一啲項目嘅一個即係收入啦，又或者係佢哋自己本身訂單嗰個數目嘅。咁嚟緊嚟講咧，即係中交建嚟講咧，我都覺得咧嚟緊嗰個長線發展咧都係看好之餘咧，咁以睇翻本身個股價走勢嚟講咧，咁去到6.9呢啲位置，我自己睇法嚟講，我睇翻7.4呢啲嘢作為一個初步嘅目標價。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咧，即係唔同鐵路基建股嚟講啦，由於中交建本身都係比較大隻少少嘅，咁我相信個股價咧亦都會係升得比較慢啲嘅。咁樣蕭小姐都可以留意翻啦。好啊，咁啊，另外蕭小姐咧想問埋隻1313華潤水泥啊。咁啊，頭先啱啱上一節啦，同 Jason 傾過啦，咁啊呢節再同阿 Harry 傾一傾啦。咁啊現價嚟講，最近呢就4.699啊，咁啊跌緊超過1%。咁啊，但係咧即係華潤水泥高層方面啦，咁都有講到啊，咁啊就係咧嚟緊啦，就係會睇好翻啦，就係嚟緊下半年嘅一啲嘅水泥方面嘅銷量啊。咁啊講緊咧就係咧亦都預計翻啦，就係明年嘅銷量目標啦，將會上升翻啦，就係咧500萬噸啦，咁啊去到咧就係7000萬噸㗎。咁啊公司方面睇得好似好少少啦，咁啊你又點睇咧？係啦，咁我哋覺得咧都會覺得係華潤水泥嗰個發展嚟講咧，喺嚟緊咧即係除咗話中交建嗰方面咧，我哋睇好翻咧，即係一個基建嘅一個設備嘅一啲相關嘅行業咧，都會做翻好。咁而華潤水泥咧都會其中一隻可以帶動嘅一啲股份嚟嘅。咁樣公司嘅產品咧，向來咧都喺第四季咧都係一個需求比較大嘅一個銷售旺季啦。咁我相信啊，就係蕭小姐咧，不妨都可以而家現價買入。咁如果睇翻技術走勢嚟講咧，近排嚟講都會係一個橫行嘅區間。咁如果睇翻4.699呢啲位置咧，咁我都覺得咧可以睇翻之前個高位，大概係喺5個半嘅。咁但係咧水泥股當中咧，其實咧當中好多都係仍然喺嗰個谷底度徘徊緊，咁亦都係嚴守翻個指示價。我都提議翻咧，即係如果蕭小姐去到大概之前嗰陣嘅升勢嘅一半，大概係喺4.2呢啲位置咧 set 翻個指示價。咁以本身嗰個華潤水泥嚟講咧，見到公司管理層亦都透露到咧，本身嗰個負債率嗰方面咧，仍然都係會係維持翻現水平，咁亦都係相對之高㗎。咁我都會覺得咧，即係嚴守翻4.2呢個指示價咧，風險會比較可以控制翻呢個風險嘅。咁啊，家庭觀眾咧喺4.7毫半度買咗啦，咁其實喺咩價位度沽會比較好啲啦嚇？如果沽嘅話咧，我都會睇翻咧，即係不妨留意翻咧5.4呢個位置咧。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4.7毫半呢個位置咧，即係蕭小姐咧唔需要太過介意現階段咧有少少嘅一個蝕錢嘅。咁樣4.699個位置咧，如果要上翻5.4咧，如果嚟緊個市況咧，我都會睇翻好嘅時候咧，水泥股咧都係其中一個板塊咧，會有一個顯著回升嘅一個動力嘅。好，咁啊得唔得啊，蕭小姐？唔該嚇。好多謝你嘅電話。咁啊，而家先同大家啦跟進一下啦，成個水泥股嘅板塊嘅最新造價先。今晚見到安徽海螺啦，最新報25.4毫半，跌2毫；中建材啦做9.8毫2，跌4仙。華潤水泥啱啱講到啦，就係跌超過1%。中材股份最新報2.4毫半啊，咁啊升緊4仙。金魚股份6.4毫7，跌緊呢就係1仙。另外幾隻啦，咁啊亞洲水泥啦係升4仙，山水水泥跌4仙，咁而西部水泥係冇升跌㗎，台泥咧就係升1仙，而天瑞水泥最新報2.6毫8，就係跌1仙。
好啦，繼續接聽下一位家庭觀眾嘅電話啦。電話旁邊今次有鄺小姐，鄺小姐你好。喂，你好啊，兩位啊，早晨啊。早晨啊，鄺小姐。我未有貨住嘅，就係123啊，越秀啊。我呢個水位我買唔買到咧？嗬，買入啊，唔好 O 唔 OK？同埋上望幾多度？好啊，咁啊見到咧，就家庭觀眾對123有啲興趣啊，越秀地產啦。咁啊，今日嚟講咧，創咗52週高位噶啦，高見呢就2個4，現價嚟講咧，做緊呢就係2個3毫9，升緊呢就係接近2% 噶啦。內房股方面呢，你又睇唔睇好啦？呢一隻現價嚟買好唔好啊？係啦，內房股當中咧，即係越秀地產咧，都係一隻升勢比較平均嘅一隻股份啦。咁你要見到啦，如果個技術走勢嚟講咧，真係做得幾唔錯㗎。咁又睇翻咧，即係自呢個年初開始一路咁升到上嚟2個3毫9，咁其實咧個累積嘅升幅咧都有翻喺度。咁如果你話呢位鄺小姐想買翻呢隻股份咧，我都會覺得後低少少買入會好啲啲。咁現階段嚟講咧，即係去到2個4嘅位置，儘管咧其實我都睇好內房股嘅一個未來嘅發展嘅。特別見到咧，如果中國要穩住個經濟咧，對於內房嘅一啲打壓咧，又或者係一啲調控嘅措施咧，唔可能話真係做得咁劇烈嘅。咁我都會覺得咧，嚟緊咧即係內房股個發展咧，即係隨住以往嗰幾年嘅調控嘅力度咧，慢慢地去即係減輕嘅時候咧，嚟緊個銷情咧，我相信都會繼續去有翻嗰個發展喺度嘅。特別見到咧，即係個內需嘅發展當中咧，民眾嘅一個收入亦都慢慢地上升。咁加上咧，其實政策嘅一啲扶持咧，講緊係特別係講緊咧，即係如果你話留意到咧，即係當中新領導層，特別係習近平嘅同埋李克強嘅一啲講法嘅當中咧，其實都會係想 focus 翻喺一啲城鎮化嘅一啲發展嘅。咁城鎮化呢啲發展嘅過程當中咧，自不然咧都會對呢一啲即係房屋咧有一定嘅需求。咁除咗話保障房之外咧，我都會覺得咧，即係私樓嘅發展咧，仍然都會看翻好嘅。咁但係咧，你話睇翻越秀地產呢隻嘅股份，咁去到2個3毫9咧，咁阿鄺小姐不妨留意翻啦，都可以留意翻喺2個3或者以下先至買入，俾少少耐性。因為現階段嚟講咧，我都稍嫌佢個升勢咧係過急㗎。咁睇翻2個3以下買入嘅話咧，咁你嗰個中線嘅選擇，我會睇翻2個5毫半嘅。得唔得啊，鄺小姐？2個5毫半係嘛？即係呢隻就係中線係大概幾耐到咧？嗬？中線大概如果我話睇翻咧，都係1-2個月咁上下啦。咁樣暫時嚟講，我都睇到個國策咧，未有話特別有啲咩打擊嘅。好啊，多謝你點啊？有咩想問？係啊，我想請問聲咧，佢都將會回翻去2個3嘅，有機會嗬？係啦，咁我都會見到咧，近排咧內房嗰個升勢咧都幾急㗎，咁樣我都唔會相信咧佢無限量咁樣升。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話回嘅話咧，咁以本身內房股嗰個前景咧睇得咁好嘅時候咧，回個幅度都唔會太過大。咁所以咧，我都會建議翻咧，即係喺2個3就好買入啦。得唔得啊，鄺小姐？得，唔該晒。好，多謝你電話㗎。咁跟住聽下一位家庭觀眾嘅電話，有楊小姐，你好。喂 ，hello， 兩位主持好啊。係，你好。楊小姐早晨。早晨。我想問一問阿阮先生咧，本來我問一隻嘅，我想貪心問多一隻得唔得？冇問題，先講第一隻先啦。第一隻係合景泰富113，問咩位入咧比較好啲咧咁樣。好啊，咁先講呢一隻先啦，合景泰富啊，另一隻嘅內房股啊。咁啊，現價嚟講咧就係做緊咧就係5.03先，咁啊升幅嚟講都唔錯㗎啦。咁啊今日嚟講現價咧就係升緊咧就係接近2%，升緊9先啊。咁啊，今日嚟講好多人咧都對於內房股方面有啲興趣啊。呢隻合景泰富嚟講咧又點睇啊？現價嚟講買唔買得過啊？係啦，現價嚟講咧，合景泰富咧都有即係同內房股其他內房股嗰個走勢一樣啦，都有累積咗一定嘅升勢。咁去到5個03咧，我都會覺得咧不妨後低少少買入啦。咁樣如果你話睇翻合景泰富本身個基本因素咧，首10個月咧其實已經係即係本身嗰個銷售嘅目標亦都達到80%嘅以上。咁我都有理由相信咧合景泰富咧都會全年可以達標嘅，到最後嗰個本身嗰個銷售數字。咁但係咧以本身嗰個嘅基本因素嚟講咧，咁當然啦就唔會話好似中海外啊，又或者華潤置地咁強勢。咁本身嗰個規模亦都冇佢哋咁大。咁如果睇翻咧，即係5個03呢個位置，後低買入會喺邊個價位咧？咁我睇翻4個8呢啲位置嘅。咁以現時內房股嗰個升勢嚟講咧，咁我都會覺得咧有少少脫離咗嗰個基本面㗎。咁正當咧，其實見到咧，即係儘管話我哋講到
啦，成個內房嗰個嘅前景係睇好。咁但係本身個升勢咧，特別係創咗52週新高嘅一啲股份咧，咁我都提醒翻咧，唔同嘅投資者咧都係比較後低少少買入咧，會係所謂嘅值博率都會高翻少少。咁以睇翻咧，如果4個8買入嘅話咧，呢位家庭觀眾不妨睇翻5個4呢個嘅即係1年嘅高位作為一個初步嘅目標價。咁呢個目標價咧，我相信咧嚟緊咧都可能要等一段時間嘅，唔會話即係特別咁快咧，可能1-2個禮拜就到呢個嘅目標價嘅。主要都係俾翻啲耐性啊。楊小姐，另外一隻想問邊隻啊1044恒安呢個位入唔入得咧？好，我見到現價嚟講啦，恒安國際啊，咁啊做緊70個7毫半啊，咁啊升緊咧就係超過1%，升緊咧就係個1啊。呢隻嚟講，家庭觀眾都想買喎，應該點睇啊？係啦，恒安國際咧本身嗰個業務咧就比較穩定少少嘅，咁樣如果呢位家庭觀眾想睇翻嘅話咧，咁我都覺得70蚊樓下咧就作為一個即係買入價啦。咁但係本身恒安咧其實咧，如果你話睇翻恒指個升勢嚟講咧，佢係跟唔足嘅。咁特別咧見到咧，即係佢做一啲即係家庭生活用品嘅一啲相關嘅行業咧，其實個股價嘅走勢咧都係做得唔麻麻地。咁如果你話睇翻恒安呢隻股份，你想買入嘅話咧，喺70蚊樓下買入，咁但係會比較慢少少嘅。我自己嘅睇法嚟講咧，初步嘅目標價睇翻73蚊。咁如果你話即係想跟翻即係恆指嗰個升勢，又或者嚟緊你都會睇好翻咧，成個恆指係繼續係創呢個年度嘅高位咧，可能不妨留意翻一啲咧，即係防守性冇咁高，或者係同經濟比較貼少少嘅一啲股份咧，可能會比較明智啲嘅。得唔得啊，楊小姐？得，係啊，唔該你啊，先生，多謝你啊。多謝你電話真。好啦，唔該晒咧，就咁多位家庭觀眾嘅電話查詢㗎。咁跟住落嚟咧，同阿 Harry 跟進下市場消息先啦。咁啊，見到除咗咧頭先講到啦，就有幾隻嘅內房股方面創咗52週嘅新高之外啦，咁啊見到有幾隻 REITs 咧都係創咗咧就係52週嘅新高㗎。咁啊當中咧就係包括啦，就係有成宏富啦、冠軍啦、陽光等等啦，都係創咗52週嘅新高㗎。咁啊要問阿 Harry 啦，咁啊今日嚟講點解幾隻 REITs 都創咗52週新高咧？好啦，咁我哋見到啦，近排嘅所謂嘅 REITs 啦，即係房託信託基金啦，咁亦都會係持續創新高啦。除咗話頭先講宏富啊、冠軍啊，又或者係陽光啊，咁呢啲咧都係比較二線少少嘅一個房地產信託公司啦。咁如果以往即係投資者都留意開啦，都會係領匯啊，又或者置富嗰方面咧，都係做得幾唔錯嘅股價表現。咁如果睇翻一個傳統上嚟講啦，其實會唔會話即係其實恆指嗰個升勢咧，即係咁急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如果觀眾有留意翻唔同嘅報章嘅雜誌咧，都會講翻咧，不如買翻一啲即係同啤打值較為高啊，又或者係同經濟比較貼少少嘅一啲股份咧，可能會比較着數啲喎。咁但係反之而言咧，我哋見到咧，即係防守性比較高少少嘅一啲房託基金嘅一個股份咧，其實仍然都係持續創新高嘅。咁呢個咧其實主要由於咧就係話恆指呢陣升勢升上嚟嘅時候咧，估緊嘅一樣嘢就係話資金咧唔同嘅後低買入緊一啲中資嘅股份，亦都係相信緊咧，即係嚟緊中國個經濟咧亦都會慢慢地發展好翻啦。咁但係本身嗰個經濟而言，特別係講緊環球個經濟表現咧，仍然都係有好多風高浪急嘅咁一個問題嘅。咁以睇翻咧，即係無論講緊美國嘅經濟狀況又好啊，又或者歐洲個經濟狀況又好啦，其實都係做得唔係咁好嘅。本身咧其實咧見到咧，即係股市嘅升勢咧，會唔會話一啲歐債嘅問題突然間咧會升溫啊，令到成個股市咧亦都會有一個震盪咧。咁呢方面係不足為奇嘅。咁我哋相信咧，都基金嗰方面咧，其實咧都會係揀翻一啲比較防守性嘅股份，咁令到咧一陣其中一樣嘢啦，就係講緊係房託基金嘅一個發展咧，喺個股價走勢裏邊咧，仍然係會做翻幾好嘅一個發展嘅。咁如果話睇翻今日創52週新高嘅3隻房託基金咧，會比較少人講嘅。咁其中陽光房託嗰方面咧，其實係即係恒基嗰方面嘅一啲商場嘅一啲嘅一個主要嘅一個作為一個資產嘅一個房託基金啦。冠軍咧又會講緊係英軍自己本身嘅喺講緊係朗豪坊啊，又或者係 Citibank Tower 嗰啲嘅唔同嘅一啲資產。咁呢方面咧，其實話投資者會唔會話留意翻，即係呢啲可能係升勢又冇咁急嘅，冇領匯啊，又或者置富嗰方面做得咁好嘅一啲股份，會唔會係一個選擇咧？咁我自己仍然會睇翻咧，即係如果你話睇翻成個資產嘅質素或者嗰個本身嗰個嘅日後嘅發展嚟講
講咧，不妨揀翻置富或者本身領匯嘅發展。我自己睇法嚟講咧，對於宏富啊、陽光嗰啲咧，未有一啲特別嘅資產注入嘅時候咧，對於個股價走勢會唔會話再繼續咁樣創新高咧？我都會有啲保留。咁要睇翻咧，即係如果你話睇翻領匯嗰個發展啊，去到43蚊呢啲位置咧，會唔會話已經係過高咧？咁投資者可以留意翻啦。咁我相信咧，嚟緊嗰個發展咧都會去到41蚊，會有回調嘅一個趨勢嘅。睇翻41蚊呢啲位置，咁如果短線嚟講咧，我都會睇翻45蚊作為一個目標價嘅。冇錯，領匯今日雖然咧就冇創52週嘅新高，但係咧咁啊上個禮拜五啦，經已創咗歷史嘅新高啦，就係高見啦43個1㗎啦。現價嚟講做緊42蚊05仙啊，跌緊2%。咁啊呢段時間差唔多啦，唔該晒 Harry 啱詳盡嘅分析。麻煩你做翻個申報啊，啱所講個股份自己有冇持有㗎？冇嘅。好，唔該晒 Harry，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有另一位嘅嘉賓同大家見面。